兄弟姊妹，大家平安高早，平安，平安，真欢喜，咱搁一遍来到主的圣殿，只是咱要用心灵诚实来敬拜咱的上帝。咱无论过去咱的一礼拜，咱无论拄着什么款的境遇，欢喜也是艰苦，顺境也是拄着什么困难，今早起。主要邀请咱大家来到伊的施恩宝座前，咱要搁一遍将咱的重担、将咱的心门，搁来拍开，互上帝话语用诗歌来成做咱的帮衬。注意讲，伊要用伊的手来抱咱，将咱揽伫伊的怀中。咱的主是看咱。手的主，看咱手的主，伊要行过，带咱行过咱人生每一条路的主。无论阮拄着偌大的困难，无论伫关山还是低谷，主拢要陪伴咱同行。伊无离开咱，这个时阵，咱就用感恩的心。信靠的心，伫主的面前，咱用歌声来敬拜伊，最好用这条诗歌，有主牵阮的手，将咱的心搁一遍交予上帝，互主继续来牵咱行头前的道路。主牵阮的手，一生路途。去跳主的因带甲看顾，永远袂差错。有主牵阮的手，无论风雨通吹求，若有奇妙的。永远无忧愁，有主牵阮的手，一生路途伊保守，去跳主的带甲看顾，永远袂。主牵阮的手，无论风雨通吹求，也有奇妙的灵命调起，
来献上咱的祈祷。第一，咱为着咱的国家、社会、咱的人民的生活、咱的经济产业来祈祷。咱为着咱台湾的正教会有一个合一同心的心志，求上帝的国度搁一遍来兴起。咱为着咱的国家，为着咱台湾正教会，咱做开声来祈祷。主啊，求你来互相的火，搁一遍点到伫阮来所台湾的正教会，互阮传扬主你的福音，互搁较侪人来认捌你，来归向你。主啊，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伫台湾，那行伫天顶。所以咱也为着咱每一个人，咱每一个人拢有一个家庭，咱将咱的家庭，不管你是亲子、夫妻，种种的关系，咱拢上帝来恳求。互咱伫关系当中，来有一个有主的听伫咱的中间，咱为着咱教会兄弟姊妹的经济来源来献上祈祷，咱为着咱教会身体软弱的兄弟来献上祈祷，咱为着这三项事来献上咱的祈祷。感谢你，求你感谢你所有家庭将这关系。互上帝你来受到祝福，伫阮困难当中有信心，伫阮欠缺的时阵，互阮有盼望。互阮每一个兄弟姊妹伫阮的职场、阮家庭，拢会当经历主你信实，你是信实的上帝。希望上帝，阮为着阮教会身体软正的兄弟姊妹来仰望上帝你。主啊，求你亲自大能来亲自来医治因，使到快乐恢复因的健康。互因伫因的心灵有一个刚强的心智，互因的身体会当得到勇健。主啊，阮搁一遍将病痛中的兄弟姊妹，因的心灵要互受主你来得到安慰。主，阮知你的确甲因同在，无放散因。主啊，愿你的听来充满伫阮每一个家庭，每一个生命，互阮靠着你来刚强壮胆。哈利路亚！主，阮感谢你。这时阵，咱为着咱教会的事奉同工，咱的召集同工来祈祷，咱为着教会兄弟姊妹会当有较无上帝的心，每一天有灵修，有祈祷来较无上帝。咱为着咱教会事工，咱教会兄弟姊妹做开声来祈祷。
讲道来献上祈祷。咱为着牧师伊今日有对圣神来遐领受的开力，将上帝话语来分享给咱大家。咱也为着咱今日服侍者，咱也为着咱今日所有会友，会当有谦卑领受的教导来献上祈祷。咱为着牧师，又为着咱今日讲道聚会来献上祈祷。咱采用诗歌来学咱的上帝，伊是宇宙的主宰，耶和华。主啊，你是世界主宰耶稣。主啊，阮上帝你，我们归乎你，因为你是荣耀的君王。主宰耶稣，世界的主宰耶稣，万民拢出你的上帝，你归乎你，
你是荣耀君王，有救的主宰耶稣，世界的主宰耶稣，万民拢出伫你，属伫你，归乎你，你是荣耀君王，我的欢迎，君王降临，他无看见你的显明，求主你来转化，摇动阮台湾，来兴起阮圣洁的热情。我的欢迎，君王降临，我这是要当今当心主歌的舞，你圣洁的名。的心，求主拍开天空，春风无停止，阮来合法，欢迎君王降临。主的主宰耶稣。世界的主宰耶稣，万民拢出伫你，属伫你，归乎你，主啊，你是你是荣耀君王，我的欢迎，君王降临，他无看见你的显明，求主你来转化，摇动阮台湾，来兴起阮圣洁的热情。我的欢迎，君王降临，当心歌舞，你圣洁的名。求主拍开天空，春风无停止，阮来合法，欢迎君王降临。大大开嘴，大大充满，稳定那雨，阮若伫遮，目睭要看，耳孔要听，细细脚步，看见你的形象，大大开嘴。大大充满，稳定那雨，我若伫遮，目睭要看，耳孔要听，细细脚步，看见你的形象。君王降临，他无看见你的显明，求主你来转化，摇动阮台湾，来兴起阮圣洁的热情。我的欢迎，君王降临，当心歌舞，你圣洁的名。求主拍开天空，春风无停
做伙来吟圣诗38首，俄勒专灵的主上帝。俄勒专灵的主上帝，做花的大君王，伊做你大开咱拯救。 亲爱主啊的上帝，感谢你赏赐这个福分，让阮招做你的囝儿，会通伫主你的圣日来到你的圣殿，来仰望、来朝见你，来看见你的荣光。我要用俄勒到你的面前，俄勒你的恩典，因为你的荣光大显现。俾上帝，这个敬拜唔单单是人的自责，是因为有上帝你的同在。 这个敬拜是要充满着圣神的规律，阮逐个人要领受圣神的启示甲规律，所以阮同心吟诗，同心学乐，同心祈祷，同心纪念主你的话，拢是甲主相亲近的一部分。所以愿主的平安，愿主的信心甲愿望，愿主你属灵的气力，拢伫阮的中间，互这个礼拜充满着荣耀主的敬拜，每一个拢对你得到造就。 对你得到快乐，感谢主，互阮3甲5分伫这个敬拜中，阮伫你的面前将这个礼拜交托你，愿你亲自引带带领，愿咱的祈祷，我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门。今日姊妹，咱请由阮徛底，咱要纪念新的改变，来领受主耶稣对咱的教示，咱3甲来念。你着尽心、尽性、尽力听主你的上。 这个界是大个，也是头一个。第2个也三亲像，是讲你着拆厝边亲像家己。这2条是专法甲先知的总拳头。我用新的改变互恁，就是恁着三听，亲像我捌听恁，恁也着安尼三听。恁若三听，众人要对安尼知，恁是我的学生。阿门。大家请坐。 兄弟姊妹，欢迎大家做伙组织，大家来同心敬拜。牧师伫咱煞接的听书进前，搁一遍来欢迎邀请
咱小等的讲道后，咱有1个月同心组织，要来做异地的祈祷。欢迎咱伫5楼、4楼的兄弟，备万心，甲主较无来恳求，咱求主赐落伊的医治甲新热伫咱的身上，也请咱的长老、执事以及咱的小组长，啊，搁咱所有遮的代祷团队备万心，先伫祈祷中备万愿主亲自施落伊的权能伫咱的中间，互咱的祈祷得到上帝的垂听。咱甲时间交互咱师会。启应文第18篇，诗篇67篇。愿上帝怜悯阮，赐福互阮，通互全世界知你的旨意。上帝啊，愿世间人拢称赞你。愿万国快乐，唱歌欢喜。因为你照公义审判万民。上帝啊，愿世间人拢称赞你。土地有生产五谷。愿上帝赐福互阮。咱做伙来祈祷。全能的上帝，阮大大学了你的圣名，因为你的作为真正伟大，你的公义存到永远。你听阮，每一个早起时，赏赐阮新的恩典，搁加添阮教野的气力，来完成你爱阮做的代志。今日阮自集伫你的圣殿中，求你帮赞，互阮伫你的话语中，合适用你的眼光来祈求。阮就会看起着祈求带来的改变。主，你全能知阮的需要，你有丰富的怜悯甲恩惠。伫顺境中，阮感谢学了你；拄着患难试炼的时，阮深知你的恩典嘛够阮用。伫逐种的环境中，主你拢会掌管。对主啊，愿阮喙中的言语，心内的念头，拢会当得着你的感察甲欢喜。求主帮助阮过着敬拜的人生，重视认罪悔改的操练。当阮骄傲袂记得你的时阵，求主你赦免，通互阮过着圣洁的生活来归向你。主，阮感谢你，你兴起台湾所有的教会。属伫你的正经里，将良心放伫阮的心上，互阮会当合适你，慷慨无私来对待阮身边的人。因为你对阮无停止的疼，阮来真做疼的器皿，会当引带人来到你的面前。人嘛因为安尼认捌你，生命有了梦想，人生也有愿望。这是何等的大福气！主，阮若要为着阮的教会感谢学了你，你赐了异象，互阮的教会对牧者、教会友每一位肢体同心努力，会当领受大使命，祝福正教会，真做健康、强盛、充满属天亲密家庭的教会。恳求主继续加添阮每一位兄弟姊妹的信心甲热心，帮助阮知影你使用阮，超越阮过去一切的成败。阮要搁较谦卑，对你领受信心的恩赐，来服侍你，甲服侍人。主，阮若要同心为着阮身躯边有软弱病痛、经济困难的兄弟来恳求，主你慈爱大能的圣手，会当来牵着因，你的疼揽着因，当因行伫旷野的时阵，你继续供应因，甚至是伫黑暗患难中，
对你来的喜乐，就是因的快乐。伫每一个痛苦恶担当的时阵，拢有主你全能的医治、安慰、照顾甲保护。主，阮若要为着社会、国家来祈祷，主你的光应带阮合适你的仁爱甲公义，用听彼此相款待。阮阁要为着世界的和平来恳求，主你是和平的君王，愿每一个人合适你的温柔灵敏，互阮通做伙伫你主你所创造的世界。荣耀的主啊，今仔日的礼拜，求你来引带，赐了圣神，甲阮每一个人同在。伫礼拜中所有的听事，也伫你敬重的牧者夏牧师的讲道中，每一位敬拜的兄弟，拢会当得到启示、激励甲帮助。阮安尼学了感谢、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享受上帝的话，咱今仔日的圣经有2个所在。第一个所在是《传道书》第1章2节到4节，还佫有第9节。第2个圣经是《彼得前书》第1章第3节到第4节。我传道的讲，空虚的空虚，空虚的空虚，一切拢是空虚。人一切劳苦拍拼，就是伫日光下面的劳碌有啥物利益？一代过了，搁一代，毋过地照常存在。以前已经有的，将来会搁有；以前已经做，将来会搁做。日光的下面无新的代志。着称赞咱的主耶稣基督的父上帝，根据伊无限的仁慈，通过耶稣基督对死人中搁活，上帝有互咱定出世，通得到活活的五芒，来承受伊为着恁保存伫天里迄个袂朽烂、袂拍落山、袂消失的福气。咱圣经读到遮。愿上帝祝福伊的话。学乐，今仔日是以赛亚牧区要来带咱做伙学乐。因要学乐的诗歌是上帝甲咱惜命命。献诗了后，咱请夏牧师来讲道。讲道的题目是带来稳定的梦想系列第1讲，伫信心中孕育梦想。心
感谢以赛亚牧区带咱来敬拜上帝。咱有机会听到以赛亚牧区来献诗是足无简单的吼，一季爱等一届吼。所以今仔日有听到的人福气啊吼。咱特别介绍是因为咱牧区吼，也是小组大部分拢是伫第2场礼拜时献诗啦，第1场拢是圣歌队。所以咱是一季有一摆。是咱由以赛亚牧区所以呢，为着要鼓励咱兄弟吼，参加牧区、参加小组是偌水的代志吼，所以特别甲咱加介绍一下吼。我顺续介绍咱遮个干部啊，咱的区长伫遮无？伊通门训对，咱的区长是咱的满足长老吼，满足长老，伊拄好今仔日有咱的即个文道训练所以去上课咱有即个以赛亚牧区有4组吼，有4组。第1组的组长叫做云典牧区的即个陈辉昌长老，来站起来，阮甲你欢迎一下来，陈辉昌长老。因是拜二早起的，若讲暗时较无方便出来吼。因日时9点半伫咱的第2楼主会吼。第2组吼是咱的大树小组，是咱的黄燕雀老师吼。最近伊有咧静养，是由咱的蔡碧华长老来底负责代理。咱蔡碧华长老吼，第2组。咱的以赛亚牧区吼，迄个足慷慨，有的是伫日视的，因是安怎？因是伫线上的，线上就咧聚会吼，已经持续4、5冬吼，足无简单吼。所以因无论伫倒位，有人伫外国拢会使上即个聚会吼。是咱的大树小组吼。第三个小组是鼓励小组，黄光耀技术来，黄光耀技术来欢迎。因吼是伫拜二暗吼，拜二暗的即个8点，伫咱对面大楼1楼吼。即个小组吼。真有关怀遐新朋友吼，所新朋友拢送去因遐，真有关心欢迎吼。这个是鼓励小组，最后一组是咱的挂菜小组，我知影是正好执事啦吼。可能讲今仔日拄好时间袂好势，伫遮来正好执事，来正好执事伫遮。原来是拜二暗，所以咱拜二暗的以赛亚牧区呢有2组，一组伫1楼，一组伫迄个咱的咖啡厅吼。咱遮个
组长吼拢足尽心啦吼，真够靠遮的兄弟，所以我是鼓励讲，咱兄弟姊妹，你若讲，我想要更较经历到伫教会内迄款美好的团契的生活，要伫信仰造就，大家互相交流，你的即个思想甲意见吼，会当伫小组内底。因为咱伫大礼拜是一个大型的感恩敬拜赞美，学了讲道，搁吟诗祈祷，但是较无机会一个互相来交流。但是小组就是有即个特色，而且人数真10个、10几个，所以迄个彼此的关系更较亲密。用安尼来甲咱做介绍，也顺续说到社以西亚牧区的即个事奉。咱要分享做话进前，咱先来祈祷。主，阮的上帝，感谢你恩待阮、赐福阮，伫你的平安中，互阮看见上帝你的祝福。主啊，阮伫即个春天进入到热天的过程中间，阮经历了上帝你的同在，也经历了上帝你的保护。愿阮也通过你的话得到满满的快乐甲学习。但阮要分享出你的话，愿你亲自通过你罗卜的嘴来圣神来造就阮每一位。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兄弟姊妹，咱今仔日开始线接有几个礼拜牧师分享的时阵，要甲咱分享一个系列，就对，意思讲有分几啊长。即个总主题叫做带来恩典的梦想，带来恩典的梦想。今日主题叫做伫信心的中间来孕育迄个梦想。当梦想这两字伫咱台语足歹解释，所以咱来先破题啦我经查等下咱的复习，我就直接跳过上帝赐予人类梦想的能力，你先该记住这个正面的分享这个梦想，这个话伫咱台湾人咧讲，有时会较无正面啦负面的负面的。但是咱就是要伫迄个所在来，互咱清楚讲牧师要讲的意思咱台湾话，定定咱听一句话比如咱的朋友、亲人，也是囝24岁，你讲一寡你的想法，你讲你会甲念讲，哎呀，莫空思梦想有无？莫空思梦想所以梦想甲即个梦想是无共款的梦是迄个虚妄的妄一字梦一字女，迄叫做梦想，就是讲黑白想啦无正经要做安尼，迄叫做梦想所以梦想甲梦想都无相像这事实就是甲咱圣经内面所予咱的迄名词无共款，比如讲意象，迄嘛是梦想的一种。愿景、愿景，咱嘛台湾较侪人讲愿景。搁另外一个话，就是咱圣经内面所讲的遗忘啦，遗忘咱嘛常常会当我会记得差不多20几年前咱即个阿扁要选市长，有无？台北市长，哇，一句标语出名到即阵啦。伊讲啦，有梦什么？上水希望咧，非万相随搁只有搭押韵就对。所以对迄个时阵开始，咱慢慢知影讲梦想毋是一个安尼空思梦想、黑白念、黑白想，是有一个目标的，是一个方向的，是一个正面的，是互你有快乐的。咱今日要讲的这个主题，就是要甲咱的信仰结连的梦想，安尼就搁较无共款的赞助所以咱嘛会使讲，梦想就是甲咱牧师常常分享的一个概念，就是第四度的空间。第四度空间就是讲，毋是看到实体的，是伫你的想象中出现的。第四度的意思就是，毋是咱实在的3度空间，即立体的空间，是一个属灵的空间。迄是梦想，就是甲属灵的空间有关系。搁一项。就是咱伫即个圣经，咱常常有咧读到讲，少年人看见异象，老年人做异梦。所以异梦、异象、梦想，这拢是属于即个赞处，就是迄个属灵的想象力。属灵的梦是一个正面的迄个
目标咧迈进的，吼所以牧师今仔日所要讲的这个开题，就是咧讲起着有影，咱看见上帝赏赐人类这个梦想的能力，到底要安怎伫咱的生活中、伫咱的生命中来运作呢？这是今仔日头一个课题要甲咱三个学习的。伫主祷文，咱常常读一句话，讲：愿你的旨意伫遮，伫地呢，亲像伫天呢。愿你的旨意，上帝的旨意是伫天顶的旨意，是上帝所掌管的空间。讲这个旨意呢，伫遮有成就，然后是伫地面上，亲像伫天呢。安尼什么意思呢？是天顶上帝的用意象，上帝的美好落实伫地面上。那安尼，这个就是一个梦想的成就嘛。所以用这个意思、这个意念，上帝赐予人有心思意念，先伫天顶，上帝甲咱塑造，然后伫地面上来实现。伫地呢，像天呢，上帝国伫地面上，共款意思。当然，咱学习着进前牧师咧分享的主题内底有咧讲到阿伯拉罕，阿伯拉罕嘛是一个梦想的代表，伊伫伊家己本人徛起的所在，上帝讲叫阿伯兰讲举目来望天顶的星，天顶的星遐尼远是要哪看？就一粒一粒生的尔呢。但是上帝讲这个星我是要应允你一个天顶互你的意象，一个梦想，讲你的后裔要亲像天顶的星遐尼多。安尼即款话要哪结连呢？看就看，咱逐个嘛咧看星。咱台南都都市所在啦平常时要看星的机会足少。牧师细汉的时阵逐日逐暗嘛看到星安尼，看甲安尼足自然的、足感觉的。看到星拢足够想代志，你敢知？看到星会想足济，迄个念头拢会出来，因为遐尼遥远的所在，有一粒星伫遐咧闪，到底迄粒星是咧创啥？人会刺激人的想法啦。讲上帝用星来应允阿伯拉罕，是因为这个星要成做阿伯拉罕生命命运的改变，就是伊将阿伯拉罕改做阿伯拉罕。什么意思呢？就是多国的爸，多国的爸。英国就出名的这个思想家嘛，是文学家，叫做 C.S. 路易斯，这路易斯哇，伊写的册足侪人爱看，因为伊是足有影响力的一个思想家。这路易斯呢，伊讲过一句话，伊讲：你的目睭看天，你就会得到土地。你若目睭干那看地，一切拢无。什么意思呢？天就是一个意象，看天就是一个目标，看天就是一个望。你像你讲的张目会拍开，你的眼界拍开，你下面的就得得到。但是你干那看下骹，顶面就看袂到啊。我会记得我囡仔时代有一个囡仔伴伊真趣味。较早逐个人迄个物质拢无介丰富啦阮即个囡仔伴伊有一个习惯，就是在行路的时阵拢看涂骹，用迄阵拢烫只骹呢，就路边有啥物件就踢咧安尼。原来伊想踢看卖，看有捡到啥物一角是五角安尼捡到啥物好米无安尼几若摆无拄好行咧看涂骹，拢去哭着树无就哭着壁角安尼你看涂骹意思讲，你的眼界就限伫迄个所在，你毋知影过来外口有遐尼开阔。所以这 C.S. 路易斯伊就是一个信仰的领导啦伊另外有一句话原来是英文的咱无要读英文啦，咱看伊的翻译。伊讲：我相信基督教，我相信主耶稣，亲像我相信日头会对东明起来。毋是因为我有看到日头，是因为我照到日头，我会当看到万米。这句话真有意思日头本来就逐日拢起来，袂讲今仔日放假无爱出来除非有乌云遮的。伊讲：我相信主耶稣，相信基督教，亲像我相信日头起来。
毋是我看会到日头，意思讲毋是我看到主耶稣，是我相信我通过主耶稣，我会当看到万米；通过日头，我会当看到万米。啊，这是一个真有意思的提醒。这 C.S. 路易斯在甲咱讲，上帝的祝福要引带咱行向这个美好的恩典。兄弟姊妹，是咱讲爱讲梦想，世间人本来就需要梦想，但是有啥特别提醒呢？啥特别要提起呢？是因为亲像咱拄则读的第一段经文啦，空虚还是空虚，甲无意义，带来人有迄个绝望的人生，这是人普遍的一个现象哦。毋是你我送拄会着拄袂着，就是这个环境、这个氛围，你个人的思想常常会行迄个灰色的、忧郁的、无愿望的、空虚的，这才是亲像咱所读这个传道书甲咱讲的，讲世界人所追求的事，转眼成空，因为世界所提供的快乐，亲像无出现一个就消失去。所以毋则拄则咱读传道书讲虚空的虚空，这是中文的啦吼。空虚的空虚讲意思，讲凡事拢是空虚。这白话字圣经讲，我传道者讲，空虚的空虚，空虚的空虚，一切拢是空虚。人一切劳苦打拼，就是伫日光下面落落有甚物利益？传道书佫讲，一代过了佫一代，毋过对照常存在。以前已经有诶，将来也佫有；以前已经做诶，将来会佫做。日光诶下面无新诶代志，这是古早传道者伊诶一个感叹。这个话，互咱会想来佫想去就对啦。你会想讲，敢会安尼？敢有影？敢真正是？这个传道书诶话，前面咧讲，这个地面上，这个时间、这个空间吼。伊是循环的哦，一直运转哦，袂消失哦。昨昏有诶，今日你嘛佫有，毋是足稳定的啊。但是迄个空虚的意思，空虚的意思，是因为人伫即个继续咧运转的中间，你定定想要改变，定定想要得到新的，毋过得袂到，就产生一个空虚，还是产生一个即个物质，也是咱所讲的迄个快乐，一个都无去。无意义的人生就安尼来。但兄弟姊妹，这个若是确实你有感受到安尼，你就知影讲，世间人是安那拢伫这个所在咧争战，世间人是安那定定咧陷入伫这个争战的中间，因为世间人对命运无力感、不安、恐慌，无法通赢过命运的大风大影，人常常要用。因为安尼用迷信，也是用你的生辰八字来改变，也是操控家己的命运。台湾足侪人爱算命，台湾足侪人爱去问遐个塔罗牌，要问遐个我的生辰、我的星象吼，也有迄蒙骨的啦吼，也有迄用迄鸟仔咧夹迄个机咧甲你算你的命，啥人兴趣济，佫开遐侪钱，若毋多去拄着诈骗集团佫较严重，啥人要遐戆？毋是讲人对命运、人对人生的脚步有迄个无确定感。你无有一个人敢讲，我确定明仔载要创啥，我后日要创啥，将来偌久要成功。这就是世间人迄个就是种困境的，这个困境。世间人毋是无咧拍拼哦，无咧认真哦，伊嘛是足认真，想要找出一个方法，一个方向，想要来克服伊。世间安怎克服呢？找出克服绝望的方法。这拢会拄着嘛？我就用什办法来甲解决啊？但是安怎用，拢是勉强的办法。大概这几项，第一项都无爱管伊啦，忽视迄个绝望的环境，就亲像迄鸵鸟共款吼，身边发生个绝望的事，你就莫甲看就好啊，莫插伊啦。像沙漠中的鸵鸟安尼，为了闪避这个对敌，所以伫甲迄个头藏在迄个山堆内底。这是有人足爱刀劈，就反正莫看莫管的。但是伊嘛是会找你啊，
这是第一种，这是足较属伫迄个悲观的。第二项就是透过享乐，都刺激的啦，生活啦来享乐来忘记了人生的空虚。所以为要逃避这个绝望，人追求世上的快乐。所以世界人是安尼发明遐尼多享乐的办法，吃喝玩乐，反正想会到的拢甲你想好啊，你钱若摕出来就有啊。好亲像吃喝玩乐，甲暂时袂去的。咱台湾是世界酒驾上严重的所在，卡那讲都无效，嘛是开落去弄着，有的人安尼性命无去。你讲是安那伊要安尼？因为空虚，无法当伫心中有充实。较严重当然有时无细致就接触毒品啦。会去接触这个，毋是戆人呢，拢是巧人。因为，但是迄个生命中迄个罪，甲空虚、无意义，定咧甲你攻击。所以世间人用欢乐来改变家己，但是会成功袂？到最后常常是无有法度解决代志，却颠倒甲你的身体拍歹，有时甚至命运拢赔了了。咱出名的这个作家，伊是诺贝尔奖的海明威。这是差不多牧师少年时代，大家人拢诚出名。最近少年人较无咧注意啊。迄个时代那读高中、国中拢读一本册啦，足细本的，叫做《老人与海》，捌听过大家拢足认真看，毋过看拢无，因为迄故事都一个老人过一只船出去咧钓鱼安尼，钓钓一尾鱼，欢喜要拖转来，伤重鱼摸袂起来，船顶用拖的，拖要到迄个鱼港一尾鱼互迄沙食了，食要了去伊咧讲什么意思呢？囡仔是看无啦，但是伊是咧讲人的人生。好亲像毋是逐项代志拢你会当把握的，伊有甲人的迄个困难甲无奈表达出来。但是这个海明威遐尼聪明的人伊是出世伫一个基督教家庭，老爸是一个医生，足认真嘛，无放弃宣教的异乡伊老母性格嘛真好呢，想讲这个囡仔好甲栽培想办法要教养家己的囡仔，互伊成做一个信仰稳固的人。但是看起来这个环境都安尼甲栽培，无拍算。海明威大汉了后呢，因为太聪明煞无一定是对伊有帮助，因为伊大汉了后，真够写册，真够思想，但是却离开上帝，过着无上帝的生活。最后呢，这个出名的诺贝尔奖得主，伊是自杀来结束伊的人生。你讲一个遐够思考人生的人，到尾是用自杀来解决。当然，有人讲可能甲伊的忧郁症，还是讲有啥物病症有关系啦。但咱人看起讲，这个是功成名就呢。伊伫1954年，民国43年写着《老人与海》，得到诺贝尔奖，毋是世间上英有的名拢伫伊身上呢。但是呢，名利双收，但是伊事实的人生是无变塔。伊结婚4届，逐摆拢失败。伊伫非洲，伊足爱冒险，所以呢，也爱去拍蜡。迄阵迄个时代飞机也毋是讲介先进啦飞机摔落来2摆，伊嘛是阁敢要做啦足伤害足严重，身躯但是伊无去感受到上帝对伊的呼唤。伊爱啉酒，常常沉迷伫迄个欲望的中间。虽然伊是功成名就，但是人生充满着不安甲忧虑嘛进入精神病院来治疗。但是到了1961年的时阵，伊无法度控制伊家己，就用手枪来拍死家己。海明威伊为着要克服迄个绝望，克服迄个安尼无法度解决的事，
要追求世上的烦恼，但是搁来换着搁较虚空啦吼，搁较空虚安尼。所以虽然追求世上的快乐，短暂的快乐无互伊煞愈陷愈深啊，所以咱嘛会使讲，世间人要用享受欢乐来解决家己的代志，最后是空。连这个上出名的诺贝尔奖的作家拢有困难。第三项是用人的智慧发明足侪哲学，这款的人生观来解释绝望。但是圣经来讲，甲咱讲迄叫做世间的小学，小学毋是咱读囡仔读国校迄个小学，小学的意思讲用遐个无有帮赞的遐学问，要来克服，有时是加了工的。是戆的，因为哲学无法度能明白绝望的本质。你会当去讲我有这个现象，但是要哪解决伊，要哪拄起有困难。是暂时克服绝望，用遐个言论来互你暂时的一种会寄托安尼若定。啊，当然，上侪人是将心灵的深处的绝望寄托伫宗教的顶面。所以咱看起现在世间的宗教形形色色啦，算袂了。人将心灵的深处的绝望寄托伫宗教的顶面，有人透过苦行来赎罪，有人透过皈依这假神来追求拯救，但是最后是发现讲，靠这个无法度解决。伊有照伊家己的做，迄种可能家己有一个心愿，但是正讲来改变伊真困难，甚至离开真正的上帝，去找别的神，就愈来愈绝望安尼。所以这款的事常常伫咱人，不一定是你家己啦，伫你的身躯边所看到的人的中间来发生。因为圣经明明甲咱讲，使徒行传第4章12节讲，除伊以外无别的拯救，因为伫天下人间无有赐落别的名，咱能靠伊得救安尼。这是咱人普遍现象，当然有的人体会较深啦，有的人是讲，啊，敢毋遐严重，我嘛无啥感觉咧，就逐日安尼过日子就好啊。但是你若较想，普遍是咱现在世间人有遐尼多问题出来，拢甲这个有关系，是一个整体这个世界人类的现象。但上帝伊克服的计划，上帝要帮助咱克服这个绝望。克服这个无意义的事，伊就是通过主耶稣来甲咱的世间人的绝望替咱来背担。这是耶稣上帝予咱的这款解决的路径。有一个讲法啦，有一个讲法讲，咱人的心内有两只马，两只在走的马，咱知马走足紧佫走足远啊。但是讲一只是绝望的乌马，另外一只就是有5望的白马安尼。所以你身躯有白马甲乌马伫遐咧换来换去。伊讲世间人你生命的方向，你看甲倒一只马饲草料饲较济啦你家己想讲，这两只马我要饲较济草料互伊。伊讲若是饲着乌马饲着乌马较济。咱就会常常有烦恼、忧闷、不安、烦恼，慢慢往迄个绝望的方向在行。你若饲互白马饲较济，伊想较接触白马，草料互较济，咱的生活就会往望的方向来进行。上帝就是爱咱，上帝爱咱，甲较济草料来饲这只白马，咱人生就会往迄个正面。充满着往望的方向来进行，兄弟姊妹，这只白马，上帝一定甲咱备办好，只是咱无想要去饲，还是讲袂记得通饲，还是无爱饲。上帝创造人类，赐了永生互咱，所以咱若会晓倚靠主，靠着上帝的权能，咱会让克服这个绝望。靠着上帝权能，咱会通甲这只白马饲互肥个用。所以，我靠上帝人，上帝的解决的方法就是，甲你的负面的思想，甲迄个绝望无意义感叹的事，将往望的种子放伫咱的内心。
这是咱人用拄则咱讲迄4种办法，家己克服袂了的，透过圣神的开展，这是咱来就君主一个上大的改变的所在。因为咱的人主耶稣基督，伊背负世间人的绝望，真做是一个牺牲的祭，伊就是要解决绝望，担负咱的罪，因为伊受定十字架。咱顶礼拜才拄仔咧庆祝过活节。我咧讲过活节，千万毋通敢存在你一个概念，讲到即个代志我知，但是你著爱将耶稣基督过活的权能、圣神的开力，伫你内心运作起来。迄只白马、饲互饱，搁用，安尼才会当诚侪你过来生命的开力。所以咱迎即主耶稣基督，原本伫咱心内迄个死，因为即个黑暗的即个山谷就会当消失，会当充满迄个过活甲荣耀，内心嘛会使搁较大的光明就对。所以兄弟姊妹，咱耶稣基督的过活就是咱互主来医治啦。人类普遍的绝望迄个对家己头前的脚步无仰望迄款的心智，是透过耶稣基督过活来医治咱。所以咱拄则有读另外彼得前书1章30讲，愿上赞归乎咱的主耶稣基督的父上帝，伊捌照家己的大怜悯，照着耶稣基督对死过活，定头生，互咱得到定头生。伊讲，互咱有活泼的仰望。活泼的意思是讲，这个仰望是足有信心的就对啦，毋是妄想，是有活泼的仰望。台语的圣经安尼讲，要称赞咱的主耶稣基督的父上帝。根据伊无限的仁慈，通过耶稣基督对死人中过活，上帝有互咱定出世，通得到活活的仰望，活活的仰望。这个活活的仰望，通常就是伫你灵魂内面，从你的属灵的内面，伫你的四度空间内面带来改变，毋是实际看会到的。有一个小故事讲，以前在战争的时阵有一个兵去受伤足严重，互人送入去迄野战病院的所在。哇，看起来迄个护士看讲，哇，这个严重真困难救安尼。毋过这个受伤的兵伊意识要伫咧，拄有一个军医伫边伫边安尼讲话毋是要讲互听的啦，讲伊有听到，伊安怎讲的？这个若会当挡到明仔载伊就有仰望若会当挡到明仔载。即句话可能是医生伊的判断，咧讲这个若挡会过明仔载就有机会。讲，这个兵伫迄个死亡边缘的兵，恍惚的中间听见军医讲一句话，伊讲对爱挡到明仔载，伊就用尽全力，一直保持这个清醒，讲要对抗迄个病痛。用意志来抵挡迄个死亡，哇！动挡到半暝12点安尼。天要光的时阵对这个兵的身躯，较先庆出一个新的生命。只因为这个军医无心的一句话，带来互这个要死的兵有一个生机，伊定心来克服迄个绝望，只不过是一句话来听。但是这个兵感觉讲，我有机会，我要拼。所以咱定有一个探访病人，特别是较严重的病人，甲伊讲，你有机会免放弃，勇敢加油安尼。所以是咱足侪兄弟有这种经验啦。咱去找迄个有信任的医生咱无定讲去看都还未食药就好一半，是安怎会安尼？因为这个医生互你的建议，你会感觉讲足安心，袂烦恼安尼。兄弟姊妹。要邀请咱大家做伙来领受这款对耶稣基督来的仰望。咱世间人拢面对死，但是当咱呼求仰望耶稣基督，咱就会得到新的生命。基督徒因为有这个信仰，所以面对任何的情况，拢袂灰心绝望，颠倒充满着仰望。这是基督徒甲一般的人上大的差异，就是我毋是靠家己，你偌敖，你偌才调，你偌聪明，
是因为你有主耶稣通靠，你才能跳过这个绝望的漩涡啦，会当看见这个拯救。所以邀请咱兄弟姊妹做伙，伫信心的内底来拥有这个梦想。就是我讲迄个会带来改变、生命改变、带来快乐、带来祝福、带来恩典的梦想。啊，这个梦想，咱通看见讲，这款的事，互咱有一款对主领受到迄个祝福。就是讲，甲咱的信心结连的，这个梦想才袂走抓去，吼。啊，所以迄个圣经嘛，常常甲咱提醒，咱若无异象，百姓就放纵。啊，咱有异象是有主来甲咱管理。西方有一个俗语讲啦，讲你若是有迄个昆虫的遐通拖的眼界，这个民族会死亡；但是若有迄个老鹰的视野，这个民族就会兴旺。意思是讲，你的眼界看，你就有信心啦。咱知影进前咱捌分享过，以色列百姓因逃离开埃及吼，经过旷野到上帝应允的地。讲要进入到迄个老年甲老米的迦南地，但是要入去迦南地以前，遐已经有人住伫遐嘛。所以伫加底书的时阵，因就即个摩西就派12个探子，要去探迄个迦南地40年日呢。讲是真可惜，转来这12个探子吼，其中10个是负面的，带来绝望的消息。但是以色列百姓吼，迄个阵也袂晓讲，唔通安尼啦，爱靠上帝啦，无啦。颠倒听到迄个绝望的消息，规个百姓嘛，对伊安尼，拢规个拢陷落去啊，安尼。所以申命记第1章28节有安尼讲，咱要去倒位啊？咱的兄弟，互咱的心消化去啊啦。迄个地，讲个百姓比咱更较宽大，城更较坚固，悬到拄天，而且阮伫遐看见迄阿拉族就是迄个巨人、官人安尼，但只有吼。约书亚甲迦勒是正面的思想，两人讲出异象的话、愿望的话。伊讲耶和华若欢喜咱，就要带咱入去迄个地，将迄个地赐予咱，唔通背叛耶和华，也唔通惊迄个所在百姓，因为因是咱的食物，而且庇佑咱，互咱赢过即个地，而且讲迄个。异邦的族，因保护神已经离开去啊。兄弟姊妹，伫迄中间到底是要听10个民意较悬的10票，还是要听迄个2票的？迄就严重啊！因为正人咧选择嘛，正人竟然遮个正人竟然摕石头要顶这2位讲愿望的话的人，但上帝出手啊！上帝讲。对阳光出现伫会幕中显现，当场击杀这10位讲负面的话的探子，然后因无听探子的话，10位探子是听约书亚甲迦勒的话，因就是勇敢进入到迄个充满挑战的所在，也因为因拄着这款的挫折，才毋则伫旷野漂流40冬，所以。只有最后是约书亚甲迦勒带因的后裔入去到迦南地。兄弟姊妹，这是咱所看迄个圣经真清楚的故事。所以你的心有愿望，毋是乌白想啦，是因为你有靠着信心，甲主亲近，你才会通得到赢。主爱甲遐个怀抱着愿望积极的人做伙奔跑，虽然会拄着刺皮、一个。总是咱也经历过侪的试炼甲苦难，但是刚强壮大，咱就继续落去。有一个故事，我短短来讲，时间无啥够。伫1864年，160几年前，伫北欧的丹麦，去拄着当时足勇的普鲁士，就是咱今日的德国啦哈。但是迄阵国界无较强啦，但是用德国为主的，因伫遐战争。哇，因为丹麦吼。人国少人嘛少嘛，所以拍输啊！哇，在赔钱哦，而且将南部迄个上好
咱遮丹麦都进入要到北极圈啊咧吼，啊，迄个土地吼上好诶、上肥诶所在拢伫南边。哇，迄德国人偌巧诶，讲你即两省爱互我，爱陪我。哇，挂吼，迄个德国就是这个普鲁士。哇，这个国家实在是足凄惨吼。这个地图是差不多安尼啦吼。咱遮离迄北海、挪威伫顶悬，瑞典伫顶悬，但是德国这个国家的头顶悬就是丹麦，吼，这个丹麦。啊，这丹麦吼下面的部分就是上肥的所在。啊，这是当时咧攻击的迄个路线，对下面的德国啊拍往顶悬去哩。啊，迄个甘仔色的，这是两个省吼，是当时丹麦上好的土地。啊，德国人哦贪心啦，就叫伊爱挂现伊安尼。啊，这是渐前的国界，就是红的啊，甲迄个粉红色，就是原来的丹麦。啊，德国吼贪心，拄啊甲借去，你看，甲迄个丹麦迄上好的国家的土地拢抢去啊，安尼。啊，即声吼，丹麦的人真正可怜。伫北欧迄种所在本来就足寒落雪，啊，佫拢淡的所在，啊，所以敢若剩北边迄个粉红色迄个叫做日德兰半岛吼，结冰啦、落雪啦，拢是水啦。啊，连树啊拢种袂活啦，啊，搭要安怎？遮个人吼真正凄惨啊！啊，佫战争了后钱开足多，哇，遮个赔偿金拢付袂起啦。所以战争了后吼，讲当时丹麦遐个青年人吼去做兵转来，啊，都无头路，啊，所以规日啉酒啦，吼足失志啦。啊，富人人吼也嘛无头路通做啦，都爱去卖身互外国人安尼，啊，勉强来度活。伫迄种环境的内面吼，因绝望，丹麦人想讲安尼，咱这国要灭去啊！啊，无效啊，无路用啊。但是伫这个绝望的环境中间，好佳在当时有2位丹麦的领导者出来发，讲咱唔通失去愿望绝望，咱来有愿望来活。其中一个是牧师，叫做葛隆维牧师，伊讲。咱来基督徒爱逆境来挑战，所以伊就开始喊话讲，咱推广爱上帝、爱国家、爱自然。伊到处用圣经啊来宣讲，啊伫农村开学校，用圣经啊改变人的心，将愿望放伫人的心内。这是这个葛隆维牧师。佮另外一个就是一个空军退伍的上尉，叫做达卡斯啦。伊嘛是共款。充满着迄个正面的思想啊，迄个愿望甲信心，所以是讲，咱有一天要甲这失去的土地搁讨倒来，但是咱现在爱先伫咱村的这个地，好好啊来甲种植，好好啊来甲经营。哇，规片拢是冰呢，啊，拢是迄水呢，要安怎过日啊？这个上位看偌尼啊温困，伊讲较荒凉的土地啊，虽然种树拢种袂好，树啊拢孤大去啊，啊，搁寒，但是伊。无放弃，研究种伫迄个歹的土地种树的办法，这是达卡斯上尉吼。到最后，伊成功啦，将阿尔卑斯山遐个树啊来改良，种伫迄个适合的迄个日德兰半岛迄个寒的所在，变做冷山就对吼。啊，正种遐个防风林啊，愈来愈顺遂啊，防风林。会通甲遐土沙海风动起来，因就开始种植，啊，佮甲遐迄水库的水甲引出来，佮甲土掩落去，成做一个足肥的土地。讲经过迄个严重的代志吼，啊，国家损害，但是经过拍拼100冬，后来丹麦成做世界出名的农业国咧。啊嘛，真做出名的工业国家，国民所得吼，全世界前几名，而且吼，定咱听讲啊，什么世界最幸福的国家，丹麦拢有咧。所以像你这位，这个国家若毋是这2位领导者将圣经上帝话放伫遮，可能这丹麦老早就变德国的一部分啦。因为你都无要拍拼，啊，你都认输啊嘛。事实咱兄弟姊妹嘛知影，咱台湾目前嘛拄着即款情况。
咱这社会充满着失败，充满着迄种气氛讲啊台湾无效啦，细粒国家啦，隔壁人炸去啊，拢有迄种负面的思想。但是咱台湾是安怎遐尼小？无啦，世界大家足看重咱的呢。所以咱台湾嘛是欠过这款讲咱台湾绝对有法度，绝对会当成功，绝对会当赢过一切强权的控制。这是咱台湾人的信心，敢毋是？这几年咱已经看见足侪迄现象啊，足侪国家看重咱嘛。就是咱台湾人，咱无放弃嘛。所以丹麦这个国家，互咱真大的学习啦。兄弟姊妹，丹麦人伊重新得到迄个梦想，就是梦想，成做因发展的动力。环境的困难，有时咱搁较有迄个梦想来信念来赢过这个。兄弟姊妹，上帝将搁较大的梦想赐予望是神表渺茫的人，但是无愿意放弃。积极努力、肯定的思想，兄弟姊妹，今仔日咱第一个主题是讲，伫信心的中间来孕育咱的梦想。兄弟姊妹，你有伫你的生活的战处中间找出你的梦想无？你有把这个梦想放伫祈祷中无？你有把这个梦想、这个意向、这个愿景、这个愿望付诸实现无？因为耶稣基督告我救恩的开力，是要互你勇敢去成就呢，毋是干那想那点，是要甲成就起来。所以咱甲主耶稣做为画出这个愿望，求上帝拄起咱世间人绝望的扩散上帝亲自将愿望放入咱的心，这个愿望就是咱的主耶稣基督，这也是咱庆祝耶稣基督告我上重要的原因。当咱得到主耶稣互咱的愿望的时阵，咱就会行一个得到稳定的人生。这是牧师伫咱过活做了后，要甲咱三个学习的一个课题。兄弟姊妹，伫你祈祷中，你甲主讲：主啊，我有甚物款的梦想？有人是阁有迄个事业的梦想，有人是迄个家庭、迄个美满家庭的梦想，有人是迄个家己迄个学业的梦想。请会记日有主通靠，你会甲迄个人看作讲无可能的事变作有可能，是因为上帝在成就这个事。兄弟姊妹，咱要先做一个祈祷，然后咱准备要来做异地祈祷的服侍。咱请兄弟，咱请团队来备办心，同心来祈祷。主我的上帝，感谢你，感谢你通过圣经，互阮得到一个水的启示。阮通过主耶稣基督对世人的告我，互阮有定头生、定出世，得到活我的愿望这款的开力。主啊，这款的愿望毋是囡仔黑白想，梦想是因为阮有远景、有愿望、有一个目标。主，你要帮助阮来成就伊。主啊，互阮毋通伫负面的生活来。负面的思想来生活，也互阮常常会当看见迄个成功的一面，毋是失败的迄面。主啊，阮常常家己气力无够，思想也无够完整。阮只有恳求上帝，你将这款的信心、愿望、这款的梦想放伫阮的内底。阮逐个人家己经历到的头前的梦想拢无共，总是助力。拢应允阮通过主耶稣基督的救恩、耶稣基督的开力、圣神的帮助，你要互阮去成就伊，看见伊实现伫阮中间。阮要三甲同心伫你面前，三甲服侍，才会异地祈祷的兄弟，求你圣神伫阮中间做工，互阮所做的荣耀你的圣名，你的应允临到伫阮。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门。兄弟姊妹，咱要煞接做一个异地的祈祷，咱要吟首诗歌，赐我自由台语的。咱请敬拜团人举麦克来斗唱。伫咧开始唱的时阵，咱就勇敢5楼甲4楼。你无论家己，还是你要为着你的亲人祈祷，拢会到头前。你底甲服侍的人讲为着什么来祈祷？咱三个来吟首诗歌，赐自由的神。
开始。自由的心啊，请你咱免客气，勇敢到头前哦，来到我的内面，来到我的心。摆一排不要紧，咱摆落去哈。咱请同工开始服侍。我出我心中的不安，甲摆落去不要紧哈，对摆，阿妹。请服侍同工祈祷大祷团，咱的小组长咱的长老、执事咱的大祷团拢来服侍。较人的不要紧哦，较人的不要紧，来，搁免客气，楼顶有人来，咱服侍同工较侪人来，服侍同工较侪人来，搁一遍，来吟一遍来。是我自由的心啊，请你来到我的内面，来到我的心啊。来到主头前的，靠着信心，上帝应允要甲咱立的。咱甲咱的服侍同工甲伊讲，要为着什么？大约啊，大约啊，讲师来祈祷。主的心啊，你的多位，多位就自由，世间虽有。阿门，阿门，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感谢主。咱音乐细声继续，这时阵我请坐议的兄弟，有缘伫密道中间，为着头前这兄弟需要大祷的事项，来为着因祈祷，求圣神来成就咱伫主面前所恳求的。这阵服侍开始，大家做伙来祈祷，做伙来祈祷，感谢主，主你应允。主你的平安，主你的信心，主你的医治，要临到伫阮的中间。主啊，阮有啥物艰难，有啥物心内困苦的事，有肉体病痛的事，有心思意念软弱的事，悲上帝啊，求你临在伫阮中间，赐落你的医治，赐落你的透放，赐落你的平安伫阮中间。哈利路亚！感谢主，恩典听堂伫阮所有这服侍的同工的身上，看这兄弟姊妹的身上，平安医治临到伫阮。哈利路亚！感谢你，感谢你。咱在座的兄弟也继续默祷，来服侍的祈祷，应允的祈祷，受上帝应允阮。哈利路亚！感谢主。搁一遍来，使我自由，使我自由的心啊，请你来到我的内面，来到我的心啊，活出我生活中的忧愁，活出我心中。请兄弟做起立好无？出来唱这个副歌的所在。的心啊，你的多位，多位就自由，世间虽有路途当当，主的心为予我自由。咱祈祷，咱继续音乐继续，牧师来做一个祝福的祈祷。兄弟姊妹，咱坐伫坐椅这兄弟，卖咱甲你的手放伫你的心，因为咱相信应允的上帝，伊要照咱的心意来应允咱所恳求的。伫网络、伫线顶的兄弟，咱嘛同款同心祈祷，因为上帝看咱的内心，看咱伫主的面前迫切的信心。主，阮的上帝，感谢你感动这个徛伫你面前的台前的兄弟姊妹，因将家己的困难，将家己的病痛需要医治，家己心内的软弱带到主面前。主啊，你知影因心内的需要、肉体的需要，阮奉你的名来祝福，愿上帝听阮恳求的声，圣神应允保守。阮因为心智坚固，圣神的医治甲平安就临到阮。主耶稣，你有应允阮
你受逼迫，阮要得到医治；主你受苦，阮要得到平安。所以，凡若是专心仰望主的，无论徛伫头前，也是伫座椅的中间，也是伫线顶的兄弟，主啊，照你的旨意，照你的成就，拢快乐喜乐伫阮每一个兄弟姊妹身上。拜上帝，互阮看见最多主你医治的见证，医治的神迹临到伫阮众人中间。因为主你看重阮的内心，看重阮脚步，看重阮的追求，看重阮对主你的脚步祈祷。拜上帝，阮要看见祈祷带来改变，是超出阮所求所想的。奉你的名祝福每一位伫你面前谦虚祈祷的兄弟姊妹，祝福伫阮众兄弟姊妹中间。阮衷心的祈祷，是因为阮确信主你的应允要临到伫阮。愿安尼奉你的名祝福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恳求，阿门。咱用拍拍感谢主，谢谢大家请坐，请坐。咱继续祈祷，咱把时间交予咱的师会，咱请执事准备来收奉献，会当开始哈，咱音乐继续，咱开始来收奉献。咱即时来奉献。会众请起立，咱唱奉献的诗歌，甘心的奉献。会众请坐，咱来背这个月金句，请。因为恁主来，毋是要互人服侍，反倒是要互人服侍，甚至牺牲家己的性命来赎回真侪人。马可福音10章45节，迄时阵咱来报告。伫周报的第2页下周的事项当中，主理是校文学牧师，其他当中请咱家己来留意，哈，来甲咱来看集体交通第4页。第1点甲第2点，今仔日是总会的大众传播中心奉献主任以及台南家庭协谈中心的事工主任咱来为伊这事工来关心带导，咱的教会也对咱的宣教事工转账来甲因拨款奉献。第3点，咱的中保带导第25期的报名到即个礼拜3为止，主日5月初4伫咱的礼拜中有中保同工的车派礼，请咱同工注意即个时间。第4点，第70届的
总会的通常议会已经伫4月22甲24来伫台北马街病院召开，结果伫名单有伫咱的周报顶面，请咱会友家己看，特别伫第2点。咱的教会会友参与事奉的项目有第一个，龚硕文执事，伊担任新老病院的董事；洪梅芬姐妹，伊是台南心学院的董事；阁有法规委员会委员，请咱大家为着同工的服侍甲总会事工推动的顺利来祈祷。第5点，新老病院160周年有举办院庆有举办的桌球的邀请赛，咱的教会也有做组队参加，欢迎咱的兄弟到时阵会当来前往来观赛甲加油。接是伫咱的后壁所有的研习所有的课程的部分，请咱家己看。奉献的所在写伫第7页，也请咱兄弟家己来留意。以上的报告，咱请牧师来补充。好，感谢主吼。咱今仔日看到头前有一排哇，穿个衫足显足水的就是咱的吕安肯传道所带领迄个更生团契带我回家团队来参加咱的礼拜，欢迎，欢迎伊。感谢主上帝祝福恁真欢喜，请坐，请坐。咱的带我回家团队，大家可能听你就知影意思因几啊摆来咱教会咧义卖因家己亲手所做的足侪食品，也有迄牛肉干，嘛有迄个水饺足侪人种水饺回购率足悬的昨昏我听到安肯传道讲要来，我哇袂赴我本来是讲请因来早来顺便来义卖安尼啦毋过咱足侪兄弟拢会甲印咱会咱家己订单甲因订，因为因是更生团契的一阵同工拢兄弟虽然以前捌拄着真侪的困难，但是因现在是家己认真拍拼，用家己的双手来做工所以有诶伫信仰上，还佫咧学习的中间，咱也继续替因祈祷咱也为着安肯传道祈祷，因为伊咧带领这个团队无简单，除了这生活规律方面的造就以外，嘛佫伫信仰上的造就咱今日真欢喜，伫咱中间来做伙敬拜上帝，万事祝福恁过来的脚步，上帝互恁的快乐甲稳定咱嘛欢迎一位兄弟伫咱中间，卢虎庭兄弟有伫遮无？来欢迎你来卢虎庭兄弟基督徒欢迎你来参加，多谢你好，牧师做一个简单的补充报告就好第一就是讲咱。这两个奉献组织啦，一个叫做大众传播中心，一个叫做家庭协同中心。因为咱教会总会这款组织真多，所以咱即马小可改变一个方式，就是讲咱有这个组织甲咱报告，但是咱教会是要用咱的专款，就是宣教专章甲献出去。较袂讲逐摆拢分奉献录你嘛毋知影这要奉献啥货。但是呢，咱这个专章嘛是爱有资金嘛，无你空是要哪寄？所以平常时咱。月定现金有无咱的迄个叫做圣餐现金，咱嘛有时会有特别为着宣教专章来奉献，因为这钱用途真多啦。像进前有发生像咱顶礼拜咱有奉圣餐现金嘛，咱就为着弱者、南西、南华遐个教会地动受损咱若周报甲看，顶礼拜咱献8万几箍。咱这钱拢要为着因来做奉献，就是用这个方式。有点像大水库安尼，咱钱甲放入去内底，倒位所在有欠缺，有的教会要建堂欠钱，咱讲你毋免来报告，阮直接甲你寄，拢是这个方式过来就是讲，咱后礼拜要为着中部大岛的兄弟，这个志工这个勇士来车派，请会记得2场礼拜拢要车派，请你会记得来也佫有一项就是这个咱有迄奉献证明啦奉献证明，咱即马5月要报税若假使你还袂领会记你去办公室来领这个奉献证明你去年1年来有奉献的拢有资料放伫迄个所在。但是呢即马政府伊的财务检查足严啦若假使咱为着别个总会单位、别个所在单位奉献，伊就无放伫咱这个总数，伊是迄个机构的资源，甲你
寄收据，互你。比方说，咱顶几礼拜有为着迄个亚东团契对无吼？啊，伊嘛是基督教机构，但是伊毋是长老教会的项目，啊，所以伊就另外寄一张收据互你，单次的奉献的收据。啊，咱这是规年度的，吼，你的月献啦，你的感恩奉献啦，你的祭期奉献啦，你为着咱的即个文道基金奉献，拢会当做一条就对啦吼。最后一项就是讲咱即摆吼教会吼有组一队迄个倒球队吼，咱就是要参加咧新老病院因庆祝160周年，因为咱的院长吼，老院长是咱的会友啊，是讲咱拍了好歹不管啦，派一队你甲伊乌演一下吼，所以过来拜六吼，咱要伫迄个倒球馆吼参加比赛吼，无一定你若去甲阮加油，阮煞得分啊，无一定哦吼。但是你若无趣味，咱就毋敢勉强，因为拍倒球吼，有人足爱拍足趣味啦吼。佫有一项就是讲咱即个五一劳动节吼，5月初拜4，迄天咱教会的即个办公室就休困咯吼。咱迄天若有要来教会，爱先敲电话，较袂找无人就对啦吼。好，祝咱大家吼，咱凡事拢有主的保守平安。好来，咱甲时间交予咱的师会。上营咱请起立，上营的诗歌愿主赐福保护恁。诗歌了，咱请学牧师祝祷。咱做来领受对上帝来的恩典甲祝福，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圣神的扶持、引带帮赞，甲咱正大家三甲同在，伫即时直到永世代无煞。阿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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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请坐，默祷来避讳。